啊，刚看到我就不好意思低下头呢。好，那个今天的讲题是有关系又没关系。我想不是去美国2个礼拜进修，回来的时候调时差也真的还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去的是美东，刚好跟这边差12个小时，也就刚好对它12个小时。调时差也好，或者跨文化也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就像你们现在都升级了嘛，9月份都升级，开学了都升级了。好，升级就是一个跨越，不管是跨文化还是跨越自己的过去，只要你不放任自己啊，只要不是放任自己不去努力的话，就一定可以渐入佳境。就像如果我现在还是过的美国的时间，我放任自己啊，这个白天拜托，现在12点正好睡的时候，好，再见，我要睡觉了。我如果这样放任自己，我不会勉强自己说不行，现在是在台湾，我是在美国，然后我要用台湾的时间来过生活的话，我如果放任自己，我就永远没办法调整这个时差。好，民数记里面，民数记要一不小心要读完了，要读完1卷了。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出埃及在旷野的生活，那一群出埃及的第一代，出埃及那个是第一代，我们出埃及第一代，他们在刚跨出自己的舒适圈，他们在埃及再怎么样苦，毕竟还是他们习惯的地方。好，他们跨出了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进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放任自己，没有调整自己，要来习惯一个新的身份跟新的文化。什么新的身份？就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他们还是一直好像自己在埃及在当奴隶这样，他们没有学习一个新的身份。那文化呢？他们好像还一直被约束，他们没有学习一个新的上帝国的文化。上帝国的文化就是上帝有颁布10诫，还有一些律例典章，这是他们要去学习的。可是他们放任自己3天打鱼2天晒网，常常忘记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这样出埃及，也忘记上帝他是如何降下玛纳鹌鹑，磐石出水，喂饱他们，喂养他们。他们记性真的很差。如今这群即将过约旦河，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放在那个经文那一边，是摩西在对谁说呢？摩西在对这一群出埃及的第2代，就是刚才说的那一连串的他们的后辈，第2代，这些第2代的信仰根基当然是建立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好，这个父母的根基如何？不怎么样，对不对？刚刚听起来不怎么样嘛，一天到晚抱怨啊，然后呢，一天到晚忘东忘西啊，忘记上帝的恩典啊。那么这群第2代，他们的信仰根基是建立在第1代那个松软的沙土上。上个礼拜有传道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还是沙土？好，那第1代既然是建立在沙土上，那第2代有玩过那个叠叠乐吧？叠叠乐如果一开始就乖，你后面你能多导正，好，即便你的导正完那个根基也是可能你稍微碰一下，整个就倒了。可是你如果叠叠乐从一开始就叠得很稳，它不至于是轻轻一碰就倒。虽然你用力推它还是会倒啊，毕竟是玩具嘛。好，这个比喻听得懂。好，既然这些第2代建立在第1代那个松软的沙土上，那第2代不是更松软了吗？好，但是呢，今天这群第2代，摩西再一次的告诫他们：你们要有所选择，你们要建立在什么上面？我自己牧师本身是外省第2代的，所以从我小我就有一个价值观非常根深蒂固的，像金箍咒吧，非常根深蒂固的在我的生命里，就是国民党独大。因为第2代外省第2代，我爸是从大陆来的嘛，所以哇，国民党怎么样都是好啊，国民党说了都是非常好听这样子。可是当我进入神学院读神学教育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要跳脱那个价值观，跳脱那个文化，我要建立我自己的身份。
我一个传道士的未来要当传道士的身份，然后我要更用上帝国的文化来建立自己，所以我甩掉了那个国民党的地基，我打碎了那个地基，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任何政党的上面。常常有人说，那个长老教会就等于民进党，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今天请你把这个地基给打碎。基督徒的价值观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上帝国，不是建立在某个政党，更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候选人。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打碎的，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上帝国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要为这个方向来努力。好，所以不管我们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也好啊，还是客家人、台湾人，还是原住民啊，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人，今天摩西站在你们的前面，对你们说，他当初怎么样跟出埃及第二代说的话，如今也对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这个你要读到你的心里去，你要很用力的读，因为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好，一起来，50节开始来，请。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玉摩西说：“你看到摩西啊？你们过以色列的时候，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住的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胸牌。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业。”好，摩西嘱咐他们不要眷恋迦南地那些用石头或者是用那些很漂亮金属制成、雕刻而成的像，那些石像啊、木雕啊、玉石像，那这雕起来真的还蛮漂亮的。但是摩西跟他们讲说，当你们过去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那一些东西要怎么样？你们要给我丢掉，不要舍不得了。看到漂亮至少可以去卖些钱来用吧。千万不要眷恋那些战利品，不要舍不得丢。就像我们不应该去贪图眷恋那些意外之财。来，请问一下，你们觉得同学现在为学生取好了？你们的意外之财指的是什么？太慢了，这样子回答已经 day 了，已经 game over 了。中发票啊，你们对发票真的是，原来发票是我们老人家讲是对的。好，比如说对发票中奖啊，有人会去买彩券啊，什么运动彩券、什么彩券各种啊，那可能比较社青的这边呢，上班的可能就会去投资啊，买股票、基金啊，各种投资，这些就是比较属于不劳而获的意外之财。摩西说，这些意外之财应该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没有也不要紧，因为如果因为这个意外之财让我们落入试探，不是说投资不好。但是如果你的投资会让你落入试探，什么样的试探呢？会让我们变得贪心，然后呢，再一步就是会投机取巧，就是正经事不做，我就专门在那些看股票啊什么的。好，甚至不择手段的时候，那么拜托，其实从一开始要变得贪心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斩断。就是不要，因为刚开始投资，可能如果你有意外之财，很开心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如果这个开心会让你想要越想越多的时候，那个贪心，那要小心，那可能就是一个试探，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罪恶当中。凡耶和华上帝看为恶，会引诱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当消灭的没有去消灭他，就必将成为我们的网罗。这就是我们应该确信的真理与磐石。今天摩西当初如何吩咐以色列人，今天如今也同样在吩咐我们。好，摩西还吩咐什么？摩西还吩咐说，第52节说，要赶出在那里所有的居民，
都市生活，工作也好，或者学校生活也好，很多时候我们要远离上帝不喜悦的那些人事物，以免我们被引诱。它的核心精神，其实这段经文的核心精神就是怕我们被引诱了，被引诱离开上帝。好比现在我们有时候工作累了，想去看个电影啊，唱个 KTV 啊、卡拉 OK 啊什么的，或等等酒吧啊什么之类的。好，如果那个场合是那种抽烟啊，抽的像烟雾弥漫，或者是一直喝酒，猛喝了变成酗酒这样子，甚至于有情色，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在一开始就说 no？ 特别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那些情色的软体，什么一些网站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连点都不要去点下去？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坚定的意志力？这是意志力大考验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拒绝去碰触那些东西？如果不小心看到了，有些网络广告都会自己跑出来嘛，你不去点它，它会自己跑出来。你是不是可以做第2秒的坚持？第1秒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但是第2秒就是马上闪过，马上给它按叉叉关闭，马上离开，要有第2秒的坚持。不要跟我笑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好，再来呢，总之一句话，就像今天的题目，就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以色列百姓当初他们看重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么其他的一切，不管是那些偶像、那些漂亮的雕刻，或者是那些我们讲说战俘，那些俘虏留着在家里就多好啊！我们可以翘着2郎腿，然后叫他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多好！干嘛把他们赶走呢？好。但是如果我们看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一些战利品要丢的、要丢弃的、要赶走的、要离开的，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那些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在上帝与自己的利益之间的取舍是很清楚的，是很绝对的，没有什么灰色地带。即使亲友笑我们傻，或者是同事看我们奇怪，那这一切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都看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看重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当然啦，如果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没有看重自己跟上帝关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很有关系，而这些很有关系的事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怎么说？因为灰色地带，当我们在选择上。有人讲说你是有选择障碍啊，你 A、B 你选一个吧，有的人就会很犹豫啊，哎呀 A 好还是 B 好，巧克力好还是香草好，草莓口味好呢，还是薄荷口味好？有的人很有选择障碍哦。然后在那种灰色地带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选择就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因为很困难。当我们在选择我们跟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投资的那个贪心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免会考虑到别人的眼光，又不免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又再加上我们跟上帝的疏离，因为我们会觉得，当我们越在意人的眼光，当我们越贪心、越沉沦，一直想要这些意外之财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越离越远，我们就开始自责，我们开始内疚。那种跟上帝的疏离感，还有又看重人的眼光，又不断的让自己陷入在一个贪心当中，那些东西让我们没办法马上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重担。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身上的担子要轻省，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每一个选择都要以他为前提，其他的人事物你就会发现那都无关紧要，跟上帝有关系，其他的事就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没关系。在他与世界的选择里面，当那个灰色地带越来越小，甚至于没有的时候，当你习惯这样子去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肩上的担子会变轻。好，那现在就是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下面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服事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确定自己是为上帝做的。当众人都看一个事工为好的时候，我们就放胆的去做，不要去管别人的评价跟眼光，因为相较于上帝的喜欢，别人的评价跟眼光都不那么重要。好，反过来说，如果长职同工认为你所提出来这个计划，在目前来看可能还不是很适合，可能时间点、人事、时地物可能还不是配合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先暂缓。那么你也不要觉得好像不被看重，或者觉得自己被否定，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不论做与不做都不能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才是最主要，才是最核心的，其他的都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另外，在奉献上面绝对不可以打迷糊仗，我们要当纳该纳的11的奉献交给上帝。当将该献的祭物献给上帝，是让我们在上一卷书利未记有读利未记，我们就知道在利未记有很多献祭的条例。如果我们的奉献常常让我们三心两意，很难选择要怎么奉献，要多一点，又不舍得；要少一点，又觉得亏欠上帝，好难哦。如果我们的奉献常常成为我们的重担，那我们就要想想，这些重担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要马上把它给丢弃。比如说，哪些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呢？哪些可能是我们的重担呢？可能我们不想奉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俱乐部的心态。我们会把奉献当作是在付会费，我付了多少会费，我就相对有多少的回馈。如果教会的用度，因为每年我们都有施工计划，如果教会的用度不合我意，好，那我就不奉献，或者是我就奉献少一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笔奉献都是奉献给上帝的。如果长职同工没有做好管家的职分，或者他没有做好怎么样去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往前进的时候，那是长职同工他们要对上帝交代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你不奉献就成为你的问题了。不要把长职同工的问题磨成是你的问题，那太不值得了。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寡妇，她奉献了2个小钱，有听过吗？有吧？有吧？好，当初你有听过。寡妇那2个小钱她是怎么奉献的？当时候的寡妇，当时候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并没有对寡妇有很好的照顾，他们完全忽略孤儿寡母的需要，他们完全没有看重公义，他们完全没有看重上帝的公义要在这个世上怎么去彰显。可是这个寡妇呢，她不因为人的疏失，她不因为这些宗教领袖没有对他们的照顾，她就不奉献，她奉献了。这2个小钱，耶稣说，圣经记载说，这2个小钱是他的全部了。相对于人的过失，那些宗教领袖的过失，寡妇更看重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更看重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再来，不想奉献也可能是怕自己失去自主权。我们都很喜欢有自主权。那一群出埃及第1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时候照表操课，之前有讲到。下一步要干嘛，他们都很清楚；明天要干嘛，他们也很清楚，做工嘛。可是，当他们进入旷野，跟着上帝进入旷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明天要去哪里不知道，因为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什么时候要启程，什么时候要休息，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完全不能自主，他们无法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很不自由。其实并不是不自由，只是他们要的是自主权，他们忘记，或者是他们因为他们失去自由太久了，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好，问题就来了，那我们呢？
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台湾，照理讲我们应该蛮清楚自由是什么吧？可是我们却常常被奉献搞得很不自由，被服侍搞得很不自由。我们常常在那边很大的重担啊，一点都不自由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牧师去美国的这2个礼拜，有一个在美国牧会的牧师分享，他说，在美国，只要没有说不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营区，旁边上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湖，那个湖旁边有写不可钓鱼，还有不可游泳。好，那个每次我们就走嘛，走到那个湖边，然后那个牧师就分享说，除了不可钓鱼、不可游泳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说，在美国基本上没有限制你的，都是自由，都是可以做。好，我就想到啦，我们的服饰，我们参加聚会，主日礼拜也好，还有团契时间各种聚会，或是我们的服饰准备爱餐、敬拜团的练习也好啦，那我们台语堂有圣歌队的练习，各种服饰的训练，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看起来我们被占用很多时间。然后奉献来讲，11奉献、感恩奉献、节期奉献、修缮奉献、对外奉献，哇，一大堆奉献，哇，好像这些奉献占据我们很多钱呢。我们好不自由哦，我们那么多的时间都被占走了，那么多的钱都被占走了，我们可以掌握的好像越来越少。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的奉献，在看起来，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一大堆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当限制，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状况就整个改观了。什么是理所当然？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是理所当然的吗？今天那个吴安，今天如果要你上十字架，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不会吧，对不对？不要说你了，我也觉得，我干嘛要上十字架？而且为了一群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而且是我讨厌的人，敌对我的人。耶稣上十字架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要上十字架？因为他理所当然的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旨意这件事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所以他愿意接受那个苦悲，他愿意走向十架，那是他的愿意。他因为理所当然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愿意这么去做。那个时候，这个就不成为他的重担。他的祷告，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就是那么一下子而已。主啊，若你愿意，可不可以把我这杯挪去？但是他马上就转念了。若我一定要喝，我就愿意去喝。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他没有办法违背，这是他的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也把这一些律例典章，上帝告诉我们要遵守的这些东西当作理所当然，我相信你的选择就不会这么困难。最近子瑜他在准备考汽车的驾照，考过驾照的人都知道，你要去考照一定要先去练习，去那个监理站就是那个驾训班去练习怎么路考啊，然后那个笔试的时候要很多交通规则啊，你都要去记嘛。然后你才能拿到驾照，对不对？好，去考试，去路考，遵守那些教练的那些规则啊，然后路考的所有任何跟你拿到驾照的这个规则，你觉得要遵守这些规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你进到路考中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是这个限制逮一下就16分，逮2下32分，你下次再来。你会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吗？不会吧？因为你知道这些限制、这些规定
是为了让你以后可以安全上路。当我们遵守这些约定跟限制的时候，当我们拿到这个驾照，也就是说我们都通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开着我们的车，你爱去哪就去哪，那是你就是自由的。你不只是自由，而且你是安全的。为什么现在马路上三宝这么多？就是他们表面上拿到那个驾照，但是实际上根本不遵守这些规定，所以马路三宝才这么多啊。信仰也是一样，信仰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把那些规定，好像看起来是规定跟限制的东西，不管是奉献金钱还是时间，如果你把那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就不会觉得好累、好重担、好沉重。懂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喜悦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会发现，其实那一些奉献，真的不管是时间也好，相较于你一个礼拜的时间，或者是你的奉献的金钱，相较于你所能支配的所得，跟那个相比较之下，其实那都不多。而且上帝还会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起伏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健康也不是理所当然，现在空气这么脏，环境这么脏，各种有毒的东西这么多，我们的健康也不是理所当然。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其实真的可以非常的轻省。牧师真的盼望透过摩西的提醒，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身上的重担。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其他的就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2年多以来，其实牧师来建成2年多，这2年多以来，牧师看到建成在服事上以及奉献上的态度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牧师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牧师看到有许多的人不断的在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要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在建立好的关系的同时，要不断的试着把生命中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丢弃，给它放下，把它给赶走，把它给毁灭。